立委陈廷辉17日举办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真侪立行大咖纷纷前来徛在小厅，分别有总统蔡英文、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、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、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、前农业部长陈吉仲、立法院长游锡坤以及侪位党籍议员，也拢前来聆听台南上强的女力陈廷辉。咱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，这个计划过了，咱的陈市要就积极来争取，来建设咱的台南。咱的海尾寮桥，咱有饮水的问题，咱建这个桥，所以咱即摆饮水的问题嘛解决了。咱海南区、咱北区地水的医生，陈市会就超过。争取的预算就超过220亿，咱甲陈市委谢谢多谢，甲拍一波好啊！除了替陈廷辉邮票，赖清德也向支持者讲，去年国际透明组织显示，台湾清廉指数是27档来上好的。经过不断努力，就是要让世界拥抱台湾，也创造了台湾的光荣。咱去年国际透明组织全球评比。咱台湾的青年指数是27年来上界好的，咱替家己鼓励一下，咱替家己鼓励一下。我们各项的经济指标获得全世界的肯定，我们的排名也好，各项的指标，包括咱的股市嘛超过香港，咱的股市的市值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壮大。我们要继续壮大台湾，咱就是要继续挺台湾的价值。陈廷辉表示，伊29岁当选上少年的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，也是台南第一位女性的主委。伊34岁时，仅以943票险胜当选立委。经过4届立委任期，16档的拍拼奋斗，伫顶一届选举，已经是全国得票率第1名的立委。将近26档来，从来唔捌休困。逐工就是为乡亲咧拍拼。陈廷辉都是上认真、上了解台南的人，所以咱绝对坚心，为着咱的目标继续拼、继续冲，因为咱就是互咱乡亲时代永永远远会当信赖的人。大家讲对不对？陈廷辉表示，担任立委16档的期间，争取超过1200亿基层建设经费，是全国第1名。伊伫立法院也得到国会公督盟、口袋国会、动保联盟3大并干的第1名，完全无互乡亲闹亏。希望大家伫明年1月13日，会当用选票予伊肯定，予伊有力量继续为这片土地努力拍拼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